江南西人自家製海鮮，廣州人最熱愛嘅食材，素有食在廣州之稱嘅羊城人深悟佢嘅美味精髓之所在。廚神陳一早嚟到全國最大嘅海鮮市場黃沙水產市場，隨住城市嘅發展，呢度亦傳出要搬遷嘅消息，各式各樣嘅人都從四面八方湧嚟，趕喺離別前再一次享受舌尖上嘅黃沙。落雨大，水浸街，黃沙就嚟冇蟹賣。細個阿婆買隻蟹，冇有怪病冇變態，見佢肚蒲又高最快。阿伯個羅有隻蚌，下下擘大佢最喪，我最怕佢有天走光。人人期望有天可以將蟹膏絕光，姨婆回味大叔甜你將那蟹蚌，全城人類舌尖興奮使我心暗爽。廚神奇技發威緊要煎炸滾湯，經過天河你開始有啲餓，穿過西關到黃沙要搵我，落油用猛火，姨婆高興落座，下塘魚又扣回火，火火火火火，中巴西我聽到都有啲餓，薑蒜芝士你認真湊親我，豉油莫太多，姨婆飽到下多，蒸炸炒椒鹽焗到我傻。這裡有全國靚貨，泡菜美食要靠我，顧客只想靚女子多。我越看越最愛我，有牙錯就冇放過，血餅蟹殼咪囉嗦。人人期望有天可以將蟹膏絕光，姨婆回味大叔甜你將那蟹蚌，全城人類舌尖興奮使我心暗爽。廚神奇技發威將佢煎炸滾湯。